出來嘅時間，貢獻走頓嘅山老天，談輕重過嘅簡單過，你的兩下來談，用一條流出來嘅唱片。享受伫咧音樂當中，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今日大家聽到嘅歌曲呢，是羅文儀最新嘅專輯哦。當太陽升起時，啲所有朋友老 Rita 強用，係咩伫咧音樂當中，非常嘅彈喊啊到呢，當然冇講言咯，因為家下呢伫專輯當中咧序曲是日頭出來嘅日出，呢下是實實來分享今晡日嘅創作歌手羅文儀。Hello， Rita 你好。Rita，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羅文玉。哇，今晡日哇，第一頂日頭來了。由於剛剛今日四百小暖啦哈。剛聽到你唱講啊，就知道講哇，聽到你嘅歌聲啊，就想到動到嘅故事，因為我當然所有專輯裡頭嘅歌曲我就聽過誒，非常感動。加講也係一種日頭錄出來嘅唱片，因為很多日頭錄出來嘅唱片。因為啊，你算第一擺我哋台灣有用太陽能去發電錄出來嘅專輯，有太陽能發電嘅專輯，那它怎麼做到的呢？因為我跟特別錄音室所有嘅好嘅器材啊，用火柴辦歸嘅故鄉，有一間係咧太陽能的民宿，伊開間不過攏係咧日頭太陽能發電嘛。然後呢，我把樂手也帶下去一起生活。有一段時間，他個融入嘅係些，譬如去蒜頭高水啦、田球風啦，伊來摘麥嘅水果啊的。其實它融入我的生活的環境啊，其實他個來跟一般去。特別去錄音室有一類錄音呢種感覺冇相同，完全冇相同。係啊，所以應該放鬆、該 relax 的一種方式啊，是人講嘅接地氣嘛。你去到嘅，買嘅全部睇個作圖係啊，係啊，嚇錄音咪就喺你民宿裡邊，咪嚟喺度差唔多10日嘅時間，係啊，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樣。哇，很健康哦！台灣人講做唱片啊，就會講無日無夜嘅，就拼命有，唔過夜拜。我嘅狀態係當鬆鬆，就是很放鬆的狀態哦。其實離上一種行業嘅專輯嗬，等咗5年。係啊。等咗5年嗬。嗰5年就一擺就做一個本人知道，很 surprise， 因為我用太陽能就係當困難嘅啦，因為也限係我青島嘅天氣咩。嗰一擺按你嘅機會，應該是個很美好的機緣吧。因為我13年前有聽到一種偶像，叫 Jack Johnson， 傑克強森有一種唱片，就係以前咧衝浪的高手，阿姨呢對於海神就是去嘅太陽能的錄音室，阿姨跟我樂手老師，他個全部去衝浪，啊黑嚟鼓嚟出嚟直接錄音，一種感覺唔同一種唱片，其實聲音很迷人，然後整個狀態很放鬆。哎呀，各位就唔同到哪時你就去很神用嘅呀，啊像我以前人地方我唔理啊，幾批可以用安尼方式嚟錄音嘛，係啊，冇面到等你13年以後，一種唱片真是錄出來。哇！算了13年吼，你喊起老安尼嘅感動表你心感度。講你送一種唱片都驚訝出嘅，等咗5年吼，因為5年其實每一個醞釀期，因為寫動到嘅歌曲，包含你都動到嘅歌有廿生命嘅故事哦。嘅夜擺特別同所有嘅人講。家伙啊，全部帶着面容去，因為按那個錄音哈，人講錄音室裡面是最安全的，因為你動槍你嘅上，唔過多按你刺眼嘅空間，當中有啲位冇簡單嘅事情可以克服咧。係啊，當到技術上嘅東西可以克服啦，因為佢冇隔音，它也沒有外向錄音室可能去錄音嘅時間哇，外面一門一關起來，對，就很安靜了，密閉的空間嘛，啊，迄個嘅可能就把。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密閉啊，所以後擺講有乜嘅鵝嘅啦、雞嘅啦，各種動物，後擺暗頭6點以後嘛錄唔得咧，因為青蛙全部都出來開派對，叢林就出來了。係啊，所以我就講啊，
比如讲哎，可是那个鼓要设定，对风格也对客堂，也米也本来其他地方，结果因为整个木头都是木造的，以为有卡榫的问题，你鼓一打下去，会叽叽嘎嘎一种声音，后来呢，请到一个米也冇嘛个杂音，空间也是最棒的那种状态，其实没讲很特别像录音室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那种，它就是有我把那个你要看起来可能是弱势的那个地方，它可能是有空间。那可是我觉得把它变成一个特色，我们就将就地取材，然后所以嘟后呢，嘟后啊，所以一般来录出来最后的成效是一个非常我刚刚对录影是用唔到那些东西。就讲音乐底度弹会出就它会有空间感，弹起来声音是蛮放松的。系啊，比如讲乐手他可能整场来去安尼高水鼓类啊，去落不了鼓类，他我慢去录音，我鼓的呀，我吉他用我贝斯啊，系啊，迷人影的状态，就这个不用说的时间，可能弹起啊，拜各种我觉得这个状态就会，然后人家鼓类跟所有的资料发两张烟，让去整理，系啊。按你录音哈，其实要事先要有懂得规划呢。对啊，因为你讲你要那个状态，还有你要写以后，又要好好散发，你这样才会接地气。你又做录音，你要调整状态到你 play 的东西，觉得拄好还按那个明细哦。对啊，够按呢，其实办下去录音规划几久的时间？其实真是一个几方面的动多年，不过还来真是请到一件木个的时间。计划才真正开始，因为之前因为最困难的，因为请到太阳能的民宿，而家它也要适合录音，天气个屋主很本来录音，拄多也牧师嘛动好啦，讲结果也老公跟妹会弹来过的没，所以我录音嘛，系啊，要动腔啊，后来我就也计划差不多，真正请到我给都录起，差不多就过2年的时间。对啊，因为其实算假的对我来讲，从13年等了后面2年就完成这个事情。因为歌场里边嘛有写歌的啦，歌的有多适合。对啊，譬如讲从5年里边发生很多事情啊，头家的叫我2個聲音咧，係啊，中間有嗰個叫人的歌聲，有啲事情生命當中有很多的經歷啊，其實都對那種唱片裡邊有過會變成一個題材，有一些感想就把它寫成歌曲這樣，所以也馬上記錄我當中有一種唱片啊，也是歌唱的一種唱片。就當到養分哈，做埋會按門係因為我有看到在發片的時間，有當到影像，其實係非常用心來做，可能會個感通呢。我感謝客家天使台啊，而你也很聽嘅下去嘅歌唱，麻煩當到時間嘅撲下來，大家可以去看，喺網絡上有啦，前面度大家去看哦，羅文義嘅哈。美與美濃的11段對話，哇，很讚哦！我下擺其實在去無論係唔知㗎，也係樂團嘅朋友哈，樂手也得哈，佢哋都非常非常嘅懷念一件事情，就係羅媽媽、羅姊妹，哇！佢對人哋照顧狀態，都煮食啦，都照顧人哋，都係會唱歌呢。係啊，因為媽媽，所有佢們，譬如講去拍紀錄片的團隊，所有人也講樂手，鼓勵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係乜嘅？就係媽媽米來煮食，係啊，因為煮嘅菜米你冇共用，米純冇共用啊，所以我媽媽甚至係啲奇才，因為每個人煮也比例嘛唔啲哦，反正係出底下一個嚟標，比較經驗嘛，比較感覺啊呢。係啊，當很道地的一個客家菜，這樣。後來我媽媽呢錄到裡面我鼓勵台北跟所有的錄音的資料整理好之後，我才過了2個月之後，我想去下去錄音。配唱 vocal， 其實好簡單嘅咩？我媽媽，我下意識嚟講，媽媽嘅地北有一條歌嘅，叫做廖天春，我同佢合唱，地北有啲山歌嘅部分我嚟唱。而彈到其實佢見狀，又唔曉得唱，又夾喺錄都唔好用。後來其實有條去練習嘅，等到我下意識時間，而真係花1點鐘蠻多嘅時間，而家要唱就厲害啊！係啊，嗰動厲害呢。不過我想嗬，你按會唱歌應該有傳到媽媽，應該沒有按你嘅天分唱喎。還可以啦哈，還可以，就是我媽媽唱歌嘛，啲音準啊、拍子啊，其實也感情攏啲同好啊。哇，竟然會做評判審查，我嘛，哦，按你200分呢，唔是使我唱啦，按你一定。對媽媽冇按嚴格啦，其實而表現得幾好呀。真係好厲害啊！最主要原來錄音唔係講緊我哋比賽唱嘅用嘅精緻。
其實有一種感情，咪西有多的就可以啊。啊，無面都比我想象中還較好。還那好啊！嗰時候也俾我做一種專輯吼，真然當有感情嘅咪西，因為唔講除咗音樂好聽以外吼，有當到嘅故事的地圖，其中還有一個我看到也就非常感動，就係唔多母校同青島聲嘅，叫他唱茶當山嘅火。係啊，茶當山係應該兩度嘅時候，就闽南兩度嘅時候都經驗100年。係啊，我哋對好啲啊製作一個專輯嘅歌唱，其實冇一條歌嘅咧。啊，後來願意嘅欣賞主任啦，就同我聯絡講嘅，唔敢可以為學校寫一條歌嘅。我而家談到講嘅東無限多體育專輯，係講唔怕人就免看啦啦，啊，一天把一樣掛起咯，講5分鐘，伊間歌詞全部嚟咧。伊講伊歌詞其實寫好嘅，唔講也講唔可以啊，可以寫，該譜上曲嘛。啊，其實個欣賞嘛，真的是要寫歌詞，伊間個，因為個寫歌有一定的段落格式啊，係啊，伊都分類好了耶。都歸納好了，其實我寫，我就念誒，所以彈一條歌，我係用念唱的方式，跟一個旋律寫好誒。哎呀，啊，後來我跟劉文義，有歌詞稍微調整了，就變成我們共同寫的這個歌詞。哎，結果過6年嘅時間，我講，哎，欣賞咁有可能，我個鼓樂啊，冇就跟學生嘅學唔家 talk 可能識俾人識俾。大家聽下來睇合作啊，你就走誒。哎，他家就真正累來6年是剛才6個亞種，後面那個第2個副歌以後就聽見小朋友的聲音，而且有個互動的一個橋段。後來談到哇，一個氣氛濃厚啊，哈。好噶，睇下做完你嘅天哦。哇，後來就翕嘅睇下，當初啲學校安尼唱哦，就像大合唱。當初 MV 安尼就翕出來，我覺得那個整個畫面是超有愛的，傑出校友同學弟學妹跟他來唱歌。也可能會比我更傑出啦。家睇下聽到吼，但像係技術歌曲吼，要知道講，哎，有強鬆，又有感情，有感動吼。等下多陣嚟繼續來談，應該也金曲歌王羅文玉佢來分享佢嘅最新嘅展示喎。思念故鄉的愛你，想要陪踮你身邊。甜小濃，花光一般木質跌落兩三紅，漂流在思念嘅河。南下列車帶我轉去看心愛嘅你，數款悲傷失念念講不出嘅心情。雖然渴望變多出人挑剔，咱的歸宿真當時。南下列車飛在風中，像一粒流星，飛過都市，飛過殘花，飛過月光暝，用台語甲客語唱出心情。要回來你身邊。歡迎大家轉到富喜來臨，我係 Rita 林玉天。大家看到南下列車嘅音樂錄像帶 MV 哦，係咪知道哇？
相当嘅家乡当事业呢。今日大家听到了係老朋友佢最新嘅專輯《當太陽升起時》第對一首歌曲，再次嚟分享佢。文哥你好。Rita。今日聽你嘅歌聲，聽你啲火茶，炒茶當中我幾故鄉嘅感覺。係啊，同個 MV 裏邊其實就係我炒個 video 嘛，去拿是我推俾所有嘅觀眾嘅聽眾朋友。不是會離開路卡時，會面不卡咩啊？尤其對我哋北漂人嚟講，佢路卡時一種心情呀。其實你就是坐在那個位置上面那個人，這樣。青島人看下 MV 吼，其實講就看到見狗子呢。係因為真見出係嗰種心情，要講啊，很想來不卡一年，很想來家鄉。係啊，所以一種就一種以前台灣人哦，對於嗰度南埔啊、中埔離開路卡，佢都特別多北漂。啊，原來嗰其實有一種時代的意義，因為一下因為印度人。幾次加不卡嘅，比如講，我做馬寫一條歌咯，而邊我看到伊啲朋友，伊有一擺對臉書鋪講，伊種嘅咧，乜嘅水果啦、火龍果啦，呀乜嘅攏得獎嘅，我奇怪，伊一個人要對科學園去上班哈，啊後來咯，用我規起路卡種水果，我咩唔驚咩，啊後來有幫佢讀到日本語，係講用下多一天做馬來講，伊完全離開原本嘅行業，伊過來路卡種水果，係講安尼做馬灣嚟做安尼嘅天咯講，伊邊老人家睇現實，因來因老嘅，伊想講多一些時間體驗。對人嚟講，就按簡單嘅理由，係啊。唔過我講一下，其實真困難，因為一下東東人講，我冇法度，因為我洗頭出啲白鋪，咁老人家清上癮，唔過記得出帶關你嘅老風咩？做安尼嘅天，聽到出情感同。係啊，所以我哋不如下，雖然係望變多村人頭天，演的鬼手真懂事呀，就燕回巢嘛。我覺得有時候那個成功不見得你已經功成名就，賺一多錢嘅，其實陪伴睇現場，佢對人最好照顧，其實有某一種成就啊。哇，人家講嘅就雖然望變多村人頭天，也咩東東人愛在故鄉，嗰種心情有人講。我今年當初冇賺錢多錢，我今年當初冇結婚，我想用啊，幾不卡呢種心情要都係講人悶，係講人困。不過其實也都會調節嚇。有調節，因為睇現場，後邊馬某講一聽定功成名就嘅鼓勵那麼多，哦，有沒有安心？馬某聽啊，後邊你已經成功的人，他父母親看不到你，一天到晚也。對，無法關心到你，我覺得他根本搞不好，這個不是他們想要的。係啊，就懂單純，懂單純啊，冇 mental 到啦。剛剛談到耶穌歌很特別吼，電影演上有客家話，還有冇有接好咯？接到童孫，而且完全無縫接軌。嘅旋律啦，韓國嘅歌詞聽起來接到童孫，做乜要用安尼嘅組合？因為我韓聲係講客家話台，其實我唱好多歌，就是但閩南語歌大漢的啦，所以我很會唱很多閩南語歌曲這樣，所以講我很高中嘅時間我去比賽五等獎，從好多嘅單元這樣。哇塞！我從幾度嘅好多歌嘅，係啊，所以講我喺音樂嘅立場裏邊，我喺學藝裏邊，好多歌嘅比重是佔很重嘅。係因為喺啲面咯，嗰首歌曲啊幾大 V 嘅，大家共同到青島嘅好樂化，係因為安尼嘛？其實唔可以講嗰度好樂化，像講可以接受嘅歌曲啊，我還是攏彈嗰度好樂歌嘅，陳百潭夜起甜，陳小雲紅龍紅啊，對啊，然後還有什麼鄭敬一啦，這些好多好多，黃以玲、江蕙，從彈當到嘅歌曲，對，唱片全部攏會買嚟彈啊，對啊，所以講我剛剛好樂間客話係咧我母語用嘅啊，第一係咧客話嘛，第二母語其實係咧好樂。我發覺青島綠隊嘅客家人就安尼嘅特色，因為我啲北埔台，我雖然我媽媽係閩南人，唔過我細細啲先做做動態，我聽青島綠隊天氣客家人，佢哋講佢哋從細講客家話，韓國佢哋從細咩話講好樂話，咩話彈好樂歌曲，就安尼多元文化安尼交流。所以我去創作嘅時就想某一天有條歌蠻適合，因為喺度看面對老輩我面不卡時節，我面到嗰度係咧好多歌呢，創嘅時都好多歌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講某一天我可以嘗試用好多嚟寫可能會合moment到真係寫下去咯。本上伊個版本像講後背魚頭咯，喺後來寫聽伊個版本，幾條全部從頭到尾完整的台語版本，我也有收錄在專輯裡面，空對最每一條用一類木吉他伴奏而已，係啊。
懂有懂的共鸣，就讲哇，安尼给他糖起来，这个乡愁有一种更浓的感觉，更有家乡味，安尼感觉。对啊，就会啊，好，今日就来唱高Win哥，因为人个节目就有个快问快答，希望来唱高他，无论係家鄉啊，到語言係文化嘅部分吼，安尼對你嘅創作方嘅影響，加談到規日屋下個家鄉當初對音樂來講吼，喺當初嘅養分，講從細要彈可樂歌，古時客家話同可樂話，當初出現母語腔嘅，係啊。創作就影響動態咩？哦，影響動態啊！因為後擺從嗰度可樂歌，你想來寫旋律，其實嗰度五聲音這些東西，其實可樂歌嘅寫法嘛，不是安尼。係啊，所以講有談關係嘅一種旋律的樣子，啊，包括寫嘅歌詞，其實無形當中啊，咩下嚟，我用可樂寫呀，用客語來寫。真嘅咩？其實話你啊，後擺有考量到嘛，要押韻，啊，我唔曉講也個發音，我用嘅發音，可樂也講客話，我唱歌冇強用嘅欣賞。係啊。家講到重點就講冇強用語言。寫嘅意字形腔咩？佢嘅旋律啦，韓國可能佢嘅韻腳就冇強用。係啊，嗰位嘅面試就冇強用。譬如講南下列車有安尼，雖然航茫飄到出人頭地，眼內歸首震動時，啊個可樂版本就咩安尼唱，雖然袂當予你大富大貴，其實因為微調它有那個音韻要發音的那種咬合的問題。其實它的旋律是不太一樣，雖然航茫變到順耳頭天，可能係咧來唱啊，雖然袂當予你大富大貴，其實旋律因着我要咬合面不一樣，我就旋律就改了。係啊，冇聽用。哎呦，嘅語言嘅面試就錯誒。係啊。同神奇誒。同神奇啊。本日創作係那豐富。係。哦，古所也講，愛講客家話，愛講人嘅母語係當重要嘅。請說客語啊，你希望。係啊，唱講客話，係送一種聽一種客語專輯嘅主打歌。係啊，其實聽一種專輯，每本大家都懂感同，是一張充滿愛的專輯。特別剛剛講到有豆豆人生命嘅故事嘛，哈。能夠喜怒哀樂就是造就了生命的酸甜苦辣。個啲都要數個強嚟彈誒，其實係聽一擺彈啊，就動感痛嘅某組就縫很多阿哥薩留下來嘅吉他，因為係對羅大哥對在做生命鬥士在抗癌的時候，就第maybe佢祈禱，講完之後佢非常的勇敢，然後很喜樂。嗰自己太愛咩留下來，他也是愛彈吉他嘛。你都係叫我翕相一翕嗰啲咩？我要接受到因講係嘛，屬係嗰個影響動態，因為係細伊開始彈吉他，我睇白可能吉他也個可能嘛個有個聊天，原來伊係咧先學吉他呀。啊，後來香港伊冇行上音樂一條路，啊，後來我就真是。就行走上音樂這一條路，因為嗰個差不多2年前發現到癌症末期嘛，以抗癌的整個化療的過程，嗰個1年半，像講以過程前一年，我哋就提偏碰聊一些話題，就譬如講，因為我哋基督徒嘛，我哋面對你來過程一件事情，其實唔會講嘅唔敢去觸碰死亡的話題，我哋就會聊講，最後禮拜我用乜嘅歌誒，因為嗰個第四個狀況我用嘅啊。啊，迄個講，有某個相片攏先托好誒，係啊，聊來聊去，有啲話題，就講，你卡有動到吉他，係你一起甲輸唱咩？啊講，來記，其實大部分攏可以送本高飛嘅學生嘅啦。啊講，我留下一記，係你來記，對迷農嘅時間，較別鼓勵，隨時有吉他可以彈，可以安尼寫歌嘅用嘅嚇。啊，後來嗰個過程把它安葬完當天，回到迷農嗰個卡呀，就面到。嗰個真是冇錯嘅咧，啊！有做看到嘅吉他，因為他心情就思念唔盼的，因為懂勇敢一種感覺，就寫一條歌嘅，歌旋律冇歌詞，因為歌詞還唔敢去面貼到啦，像講旋律就用手機錄下來嘛，啊，差唔多過嘅2、3年嘅時間，我就跟手機嘅表起來彈，係啊，彈嚟講，而家歌詞發2點鐘寫好嘅。一下火衝天邊，馬上哦，第一排因為歌條太高，第一排歌神以後按嚟高子，因為一種釋懷嘛，係啊，因為講修用下底部下多的事情啊，用一筆用一畫下去勇敢，就我們可以哥哥不在，我們其實過得很好，你放心，就按你敢唔敢？按你give me 按你講到我就知道非常感動哈，等下多陣來看調整一下情緒哈，看有機會本大家來彈下歌曲嘛，好冇？好，請大家先聊一下，繼續進到節目來。
留下来的吉他，爱的梦中有你的呀。一首歌唱出一家故事，他哋非常的感动。再一次分享所有嘅朋友，進到節目當中，我聽咧阿哥薩嘅留下來嘅吉他，除咗吉他留下來，歌曲留下來，還有當到嘅愛留下來嘅。係啊，我家講到哥哥同佢當到嘅吉他留本、送本、交俾學生嘅，個貼片留幾本嘢。我知道佢當愛你咧，這個吉他是他對你的愛。當沙地啦，他很慷慨。假使有看嘅紀錄片裡邊有寫，佢拿吉他來錄音嘅時間，佢突然動感動。伊比下咯，他剛強站立，其實你高飛人哋敬拜團啦，就人哋彈吉他咪呀。太帥了！就表示講伊遇到某個困難，伊可以勇敢去面對啦。我知道喺個人生命當中有安尼當好嘅榜樣。好就記住。反映佢安尼出拉咧，哦，而家個個都係糖定，應該當滿意啦。係啊，應該唔會差啦嗬，好糖嘅。哎呀，之後有冇創作做地留下來當到嘅記錄，加上一片成功，之後透過歌聲、透過音樂經常唱下去，那個愛就永遠不會斷掉。可以留下紀念嘅。係啊，係啊。其實一條歌唔單止寫本係自家個歌啦，伊每年會讀到自家愛嘅人，也係親人離開世界。係啊，最終係睇唔寫歌詞啊，誒夠勇敢啲嘅。時間是最好的療癒啦。係，真嘅。以前有放心去旅行，而家有個個留下來嘅吉他。係啊，對啊，你題材其實我個有感觸。不是，他們對高飛啊，去參加追思禮拜啦，還有萬一有臨時，我們都籌備很好，見面有歌神嗰度意外，其實很多，所以我覺得做歌神之前誒，怎麼可以講，可以勇敢去面對一件事情，講唔好有遺憾，某個事情有先安排好，係啊，又很勇敢，又很豁達，係啊，啲哋講，佢唔係真經講。出謀才佢永遠啲人嘅心感度，有以後還會再見面啊，有盼望啊！啊，太棒了，真嘅好動小暖啊！還有一首歌曲，我知道咩係動有愛一首歌，唔過佢就動電影笑了，有本嗰個泰國啥個，還有本生爺嘅歌，一生爺你的寶貝們一雙兒女真是太可愛了，真嘅動電影笑。因為一種唱片其實講把溫度留在音樂裡面嘛，除了它的錄音的方式很特別以外，它的題材，我覺得客家的題材可以動導演可以去發掘，應該送一種像槍工學法，煙樓清風，也係講下本演好自己，啊，就嗰其實對嗰度歌唱比賽，香港嘅弄個好談啦，佢好去比賽要拿嚟用啊，誒，後來講嚟下一個嗰其實傳唱很重要，係啊，然後另外一方面，還有乜個題材，對於構思啊同傳記俾時間，要做應該有聲音嚟，要5年裡邊結婚有聲音，係啊，佢下本聲音嘅歌，啊，結果又寫很多祝你好夢，係啊，當上會彈，因為後邊還有小彩蛋呢，係啊，因為如果唔可以嚇，我試聲咪，我嗰度問題。
为什么？哎，就讲啊，不如就写一首歌，把他们的为什么，可能未来会问到的为什么，我用模拟的方式盖下一团歌词，啊，副歌一开始前面用几抹歌词，啊，后来哦，哎，是摸一堂多时间，嘟比嘟啊，他觉得哎，这个歌又个叫好起来没，撞声词那种，哎呀，后来又个调六呀，刚到晚安的声音。然后来冲一下本台的。好，本台的弹一团，心定一下哦。Doobie doobie doobie ooh ooh, I love you。爸爸妈妈平安去梦都。Doobie doobie doobie ooh ooh, I love you。梦梦相爱结束。哇，个爸比晚安，啊，你就融化嘞。哎呀，就给调六下的嗓音，其实蛮适合给小朋友听的。对。啊，你每一拜，因为放这个晚安曲本深夜堂，就是帮亚素哦，祝你好梦。哦，深夜堂都这样嗓，应该讲，爸比怎么会有我的声音啊呢？好，就懂翻译咩？因为哎，堂都这样嗓音，可以给一个这创作的一些概念啊。做马尾来讲，你用手机给调六起来嘅，没调六，唔该，就给不晓得，因为比如讲弄了制作的音乐，我慢慢也会告诉他。哦，哎，跟琼生你就做在皮勇记的。对啊。爸爸是这么厉害的创作人、制作人，琼生小同性就是说快是皮勇。语气感轻皮啦，耳濡目染啊。对啊，唔会勉强伊啊，好做嘛，以快乐最重要啊。你得不叫他唱歌，要叫他自己还会编歌曲回应你。对啊，系嘛？你琼生就会安呢。即兴创作懂得啊，他把爱丢开的时用唔掉冲诶。以他把个两个镜头，所以黑声音的黑堵的镜头，你放不开嘛，没有办法，你也不能逼他。对啊。唔怕成份当中就在经典。系啊，就唔知道拍落嚟，係咪？哎，嗰陣時，係啊。其實最近吼無但唱喺發展是因為有動到嘅好消息。係啊。恭喜啊！未來留聲機啊，有得到動到嘅肯定。同大家好好介紹一下亞普送去通發。做嘅營哦。裡邊係咧，我哋客家天師腿嘛，是史上第一個以全客語發音的一個動畫片，這樣。啊，同時其實我拿到一個。就只有大綱而已吧，一共希望可以为一个动画下一条主题曲这样。啊，其实容易就给大致我就写完了这样。啊，后来呢，想讲一个剧情里边女主角她的声音、她的质感大概是怎么样啊？因为都找到一个身怀哦，就请她来当这个女主角为她发声。结果以还的行做客家人，啊，以创业老国其实一共他我不太会没有机会录过客语的这个发音的歌曲，我们怕我会搞，结果跟音整一联系，啊，结果录出来的整个成果是很好，非常好，对，很好听。然后而且呢，也把这首歌注入一个新的神名，啊，后来结果有个动画片也入围很多什么亚太影艺的一个最佳动画片，马尼比最佳的主题曲，有3枚亚洲的国际大奖，重赏鼓励。最挑的海练用的题目啊，以比亚海练感的客家用客语的发音，你拿到国际的舞台，其实有日本的，有泰国，有新加坡，还有印尼吧，反正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其实对他们来讲，客语跟国语共用他们是啦，所以甘肃盐工就错的，就甘肃盐工啊，所以也可以起心动念，就很简单，就把音乐做好，跨越语言。高未来嘅客家人。本期出來創自己嘅聲，一種正是地度咩邀請到一位特別嘅來賓哈，咩人嘅客家人，唔過佢唔是唱過客家嘅，就是因為你跟他合作。也對，彭佳慧，他嗰種很知名的金曲歌后這樣，啊，其實咧聯絡嘅客家人，啊，以後咧係嘛，本上唔認識伊嘅啊，啊，後來我轉機會6號嘅時間，我想講，他的音樂總監係那個好朋友啊，講唔敢可以跟一個 demo 6號嘅狀態。可以記筆堂，以比剛一如何給開飛咩？阿姨就當下就聽完的時候，他就打電話說：喂，趕快來錄音室，以堂多的以青蒿可以跟來合唱啊。後來就講，整個一拍即合，錄音的過程也很順利。啊，也後來呢要拍 MV，某面都要跟導演講，你們要能夠拍 MV，而且要學舞蹈。哇！所以觀眾朋友一聽就可以要個 MV 的動貼片。
对啊，它还有一个发通啦，就会客家颂啦哈，你只要搜寻你的名字像一首诗，你就会看到当中你有从一套韩国有样片有共发，给节目当中每来送本大家呀，客家颂 challenge 啊，我们 Rita 要来 challenge 一下。我今天係草頭豬 Rita，好不好？來就是因定義中心，本創作靈感道理，呀給娘的秋雨，就是天空給予，發出愛心，種子愛的眼裡。非常感謝老朋友，感謝 Rita， 感謝大家。希望大家今日共下來感受當太陽升起時，咪希望大家嘅收看呢，大家邀請大家繼續來認識法律嘅知識，講來了，拜拜，拜拜。